大家好，小弟係培正香港培正中學校友林康正。喺唔夠一個星期，我哋收集超過1000名校友簽名。雖然當中有1、2個可能流嘅，包括唐英年，但唔緊要。喺今日唔夠20分鐘，喺培正門口，我哋收集咗超過200名現任學生簽名，反對國民教育。但係，如果政府係冥頑不靈，如果政府係死性不改，小弟認為我哋係要罷課，唔單止係罷一日，因為你罷一日即係擺姿態，雖然係好事，但更加之好係罷課罷到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為止。大家話好唔好？好！呢場仗我哋一定會贏，因為我相信天地有正氣。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小弟唔單止要求吳克儉落台，唔單止要求梁振英落台，我仲要求共產黨落台。好，我係3個字，大家接埋落去。吳克儉、梁振英落台，共產黨落台，甚至要9月9號踢走保皇黨，踢走民建聯，踢走民建聯，踢走工聯會，踢走工聯會，踢走梁美芬，踢走保皇黨。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希望學民思潮朋友繼續加油。Let's 好多謝咁多位。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都係培正嘅校友，我係林康正嘅同學，我叫馮天宏。嗱，好簡單，我講幾句。首先要向學民思潮嘅朋友致敬，因為學民思潮嘅朋友係處於發育時期，發育時期最需要乜嘢啊？食嘢，但係佢哋要絕食，而令到呢啲學民思潮嘅中學生絕食嘅就係呢個麻木不仁嘅政府。我同大家講，我哋千祈唔好讓學民思潮嘅弟弟妹妹孤軍作戰。我想問下大家，各位在座當中有幾多係曾經喺香港接受中小學教育㗎？拍個手嚟聽下。咁就得啦，咁就得啦，大家都有嘢好做。嗱，培正我同阿林康正搞出嚟嗰個培正校友一齊去關注翻我哋自己學校推行國民教育方面嗰個取態呢個行動呢，我哋係由一餐飯搞出嚟嘅啫。係嗰次同佢食飯，咁啊傾下傾一單嘢出嚟，有 Facebook 搞下，我又寫篇文，跟住佢又加啲嘢落去，就搞掂咗。咁我相信各位朋友在座當中都係能夠做得到嘅。希望大家揾翻自己嘅舊朋友、舊同學，一齊去向自己學校去提出呢個關注，一齊去行動。我哋需要震撼整個教育界，係咪啊？係。好，多謝晒，多謝晒3位。